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屏东恒春第3核联发电厂，第昨发生着火灾。恒春代表会主席不满着核电厂，无对市周边的居民发通知，是起价塞车来冲撞着电厂的大门。早起一透早，这主席到警察队接受着调查，为家己冲撞的行为来道歉。当时嘛有人铺文来压料，讲这个主席疑似伫个垦丁大街收租金，互摊商违法来摆单。这主席是特别来背会，讲上主要是沟通不良，才会使得部分的摊商对伊不满。我来来去牙牙啦！我去咬牙。你若讲这什么物件？我去咬牙袂晓滴啊！我拄了去咬牙。伫大街路真侪会摊商伫咧大细声量，情绪激动，因伫咧原来是垦丁大街摆单租金的问题。照原底安尼摆，自条咧，阮定过了后，要哪处理怎处理哦。你即摆你是侵占公地咧收钱咧。今年2月份，摊商不满垦丁大街敢若叫有心人士长期摆单经营，若占用公地佮收租金，这个电代会省调的主席公然支持违法。那边是制度还没有那么明显的时候，是大家都是以自己出来摆摊，然后自己站自己店门口这样子。原来过去垦丁大街真侪店家会伫咧门仔口摆摊，或者是将单位租借互外地业者，逐个月留收清洁的费用。为了改善这状况，屏东县府今年2月委托电工所和电代会计划改善，才互委摊商起交期。2月4号我们跟县政府开会的时候，他有要求我们恒春镇公所还有我们代表会，然后定那个自治条例，这样才有办法让垦丁大街的摊贩合法化。我并不会是黑道。还人扣这个省调主席，就是前一天不满核三手火警，煞无通报塞车冲撞大门的人，今日透早移到恒春警察队接受调查，嘛来回释咧。向各位民众道歉一下。我再次道歉，第3次向大家道歉。石林所3局长讲会接受司法的调查，为家己的冲动行为来回唔是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